嗱，咁多位，又到咗廣州1年2鋪嘅盛事廣交會啦。咁而家我企呢個位置咧，就係原來嘅廣交會嘅舊址所在地。啲老廣州就一定會諗起80年代廣州市嘅4大酒店業嘅花旦之一嘅中國大酒店啦。嗱，千祈唔好少睇呢一座1984年為咗接待廣交會外賓而起嘅酒店喎。佢可以講係廣州最大細嘅5星級酒店啦。佢係由香港6大財團合資而起嘅，係至今為止唯一嘅一次合作添。咁當年嘅簽約啊，同埋開業嘅剪彩嘅規格好高嘅。佢嘅總造價同埋客房數都係喺當時位居全大陸嘅 No.1。呢間酒店咧，同佢開業5年之內，佢居然間揾錢係全中國嘅5星酒店裏邊 No.1。最巴閉嘅係乜嘢啊？9年時間唔到，佢居然間連本帶息就揾翻翻嚟啦！仲有更加架勢嘅料喎！大家跟住我抬頭望下呢個正門兩邊嘅鎏金壁畫啦，佢係以貿易通四海、歌舞慶升平為主題嘅，展現咗海上絲綢之路嘅盛世畫面。佢唔單止成為中國現代建築史上面嘅首創，亦都係當時內地最大嘅建築雕刻藝術品嚟。佢將中國嘅傳統工藝同埋先進嘅建築技術嘅完美結合咗，榮獲咗國家建設部嘅最佳設計獎。中國大酒店咧最為老廣州所稱道嘅係乜嘢？係早喺40年前，佢哋已經喺大陸首開酒店加嘅經營模式，將多功能嗰啲服務咧就全部集於一體，又喺全國首開會務服務，又係喺全大陸首開宴會廳嘅轉會嘅模式，又係喺全中國首開友誼商店嘅進駐，又係喺全中國首開奢侈品嘅專櫃同埋專店。哇！你話幾多手啊？真係，我哋應該叫佢首長啊！真係。仲有一樣嘢喎，中國大酒店仲係全大陸第一個設立公關部嘅合資企業。大家可能都會記得下，當年家喻戶曉嘅有一部電視劇叫做《公關小姐》，就係以中酒為取材地同埋拍攝地嘅。佢嘅角色嘅原型咧，亦都來自於中酒喎。喺廣州嚟講，甚至喺廣東嚟講，佢嘅收視率都高達90%幾，而且好快脆俾央台改成咗國語版喺全國嚟轉播嘅。嗱，咁啊，對於酒店業嘅同行嚟講咧，中國大酒店算得上係內地嘅酒店業嘅內部軍校。咁啊，當年咧最早期培訓嘅第一批嘅管理人員咧，係喺廣州三元里嘅礦泉賓館進行嘅。咁呢一班畢業生咧就俗稱叫做礦泉生啦，佢就屬於元老級嘅咯。嗱，咁啊一批又一批通過嚴格培訓嘅酒店管理人員以及嗰啲大廚咧，或者通過中酒嚟輸送，又或者離開咗中酒北上，走向咗全國各地嘅酒店。唔少人就成為咗呢個行業骨幹嘅精英嚟嘅。咁啊，你哋終於明白啦，點解佢叫中國大酒店啦，而唔係叫廣東啊、嶺南啊、廣州啊、廣寧咧，係足夠大面向全國。嗱，咁啊講開又講啦，中國大酒店咧係曾經贊助舉辦過新中國嘅第一次嘅選美，亦即係當年嘅首屆羊城青春美嘅大賽啦。嗱，選美對於鄰人嘅香港嘅廣州人嚟講，其實就好閒嘅事嚟嘅，日日咁睇香港電視。但係對於當時嘅全國嚟講，咁啊真係大件事咯。所以咧，來自方方面面嘅阻力嘅壓力都好之大嘅。雖然一再低調下，但係仲係向世界傳遞咗中國嘅改革開放嘅決心啦。咁啊，眨下眼咧，中國大酒店就40歲啦。咁佢嘅古仔啊，真係17鋪都講唔晒嘅。當年喺呢塊風水寶地開工嗰時，佢居然間能夠帶出一座塵封咗1000年嘅寶座。咁你話係咪佢嘅傳奇先？佢又係一個見證人嚇，佢目睹咗廣州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嘅迅猛嘅發展。咁啊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視頻嘅最後咧，就有2道題俾大家諗下。第一，點解中國大酒店嘅正門係朝西嘅？第二，點解佢嘅出租車係叫做 Yellow Cab 而唔係叫的士嘅？好啦，咁啊，評論區等大家分享，係咁先，拜拜。